诸位兄弟姊妹平安，各位的朋友平安。今仔搁再来到主的日子，圣日、礼拜日。虽然咱无上一个所在来敬拜主，但是咱借着这个电视虽然无上所在，但是咱仍然有法通借着神的话，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愿主伫咱的当中，咱合做一个祈祷。上帝啊，伫这个患难的日子，阮知影，伫乌云暴风雨过后，必有彩虹要临到。多谢你甲阮同在，阮也为着怀伫病痛当中、危险当中的人祈祷，求上帝你甲因同在，亲自安慰因的心，也互因的厝内的人、因的家中的亲人、朋友，也安慰因的心。借着这个时间，当来提醒因的生命伫这个世上，到底目的是啥物？怎样来活？怎样来得到永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求主，你借着这机会，通来提醒因，也有法通接受主做因的救主，来得到永远的福分。阮爱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最近伫这个疫情非常厉害当中，世界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迄款的死亡的人数超过15万人，所以真侪人非常惊吓，非常伤心。确诊的人全世界已经超过200万人，以后可能会阁增加。当咱看到电视，每一摆看到一个人送到医院内面去的时阵，无偌久，一具的尸体运出来。有时我会看到一个人死无葬身之地，无棺材，有诶无迄个 plastic 的迄个 plastic 袋对身躯的迄一个袋，有诶无用，则用白布包咧，则压一空，则带咧遐，真可怜哉！当咱看到这代志的时阵，咱心内真伤心，真艰苦心。这个世上，敢来到这款的坎站呢？伫这款的情形下面咱拢有真侪思想，真侪思想，可以想到一件代志。我呢最近想到3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死的人得救未？在破病的人得救未？因信主耶稣，因死了，因的灵魂得救未？会到天堂去未？第二个问题，到时这病困是对倒落来的，是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界的一款的产生？若是人为的人制造出来，因的目的是啥物？是为了害死人？灭绝世界的人，做跩歹代志的人，因将来是毋是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伊有伊家己的办法来审判世间的罪人。第三个问题就是
咱信主的人，伫这个末世的时阵，咱的角色是啥物？咱应该做啥物代志？这个疫情过了后，咱是毋是应该搁较着努力，为主做见证，做一件好的代志？每一摆咱看到在死的人，再个一家人的见证，咱心里就是在那边滴血，心里面在滴血，非常的伤心。求主怜悯这个世界。当在灾难临到的时阵啊，咱想到神的心意是啥物啊？神对咱世间人的意思是啥物？心意是啥物啊？是毋是有这个？神是毋是有一个警告，一个提醒？还是神的心意到底是啥物？对咱世间人，今仔日啊，早起，咱要接着耶稣所讲的三个披露三个披露来甲大家来思想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个人永生的问题，人得救的问题，人值得警醒的问题。耶稣伫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差不多十几章的15章，咧讲到三个披露。头一个披露是伫15章的3节到5节，3节到5节，圣经是安尼讲。第1节，伊讲正税吏甲罪人拢挨近耶稣，要听伊讲道。法利赛人甲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搁甲因食饭。耶稣当然知影因的心思意念吼，耶稣就用比喻说：恁中间上啊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无将这99只，甲你放伫旷野，去找迄个失去迄一只羊呢？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伫肩头顶，就挖倒去厝内，就请朋友邻居来，对因讲：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恁甲我一同来欢喜吧。耶稣佫讲：我甲恁讲，这个罪人悔改，伫天顶也要这样为因来欢喜，比较为99只毋免悔改的义人欢喜佫较大。耶稣讲的头一个比喻是迷失的羊，迷失的羊。这个比喻就是讲到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则迷失，拍无去。这个雇羊的人就将这99只就放伫旷野，就去找迄只羊一直到找着，就扛伫肩头顶欢欢喜喜的扛伫肩头顶，就叫伊的厝边朋友来讲我失去的羊找着了，恁甲我三甲欢喜快乐吧。耶稣佫讲伊讲这个罪人若悔改伫天顶也要亲像安尼为伊来欢喜比较迄99只毋免悔改的义人佫较欢喜耶稣讲这个的意义是啥物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迄羊是代表咱世间人，代表世间犯罪的人，代表罪人。因为羊圣经讲，亲像一只迷失的羊，咱人亲像迷失的羊，
羊哦真软弱真够拍无袂晓方向。这个拍无行家己的路，是非常的危险。若毋是去枵死寒死，或者是去跩野兽食落去，所以对生命有一个真大的危险、真大的威胁。所以这个雇羊人为着疼迄只羊，所以伊就无论是暗暝还是日死，伊拢去将伊找倒来，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伫肩头咧倒来。伊会讲伊的厝边讲说我一只失无的羊佫找着了，你甲我杀咁欢喜吧。耶稣佫讲伊讲这个罪人悔改伫天顶也要即款的欢喜比较迄个毋免悔改99只佫较欢喜。耶稣讲的遮，伊讲这个罪人，意思就是这只羊是代表咱罪人代表咱罪人伫神的面头前行袂了路，行失了方向，无听神的教示，无听神的警告，无听上帝的教示，无顺服伊的话，行咯，做无应该做的代志，就犯罪咯。这就是羊，就是代表人伫神的面头前行袂了路。行毋着方向，是真危险的，是犯罪的道路。无听上帝的顺服上帝的道路。上帝真艰苦心，伊看到咱世间人真犯罪真艰苦心，伊就想办法要去找，主动要去找人，主动要去找人。我记得有一个老兄弟甲我讲毋是我去找神是神来将我找倒来。所以伊到真老的时最后，伊伫心内非常的感恩伊逐摆咧感恩，甲逐个人讲话的时最90几岁，伊讲毋是我会晓找神乃是神将我找倒来。咱像一只羊三重感谢主。所以这个比喻是讲到咱人全世界人拢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要怎样得到拯救呢？就是着悔改认罪，来归向上帝。所以这个是头一个未失的羊的意思。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讲到这个拍无这个银钱银币的这个人，第8节到第10节安尼讲，伊说有一个富人人有10块钱，若是失了一块，减未点定甲扫帚去扫厝常常细找，一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请朋友甲厝边对因讲：我失落的迄个钱已经找着，恁甲我撒甲办欢喜吧。耶稣搁再讲，我甲恁讲是一个罪人悔改，伫神甲天使的面头前也是这样的欢喜搁再一摆，耶稣伫这个第二个比喻当中，将这个拍无的钱当作比喻说人离开了上帝，是这个罪人所以这个拍无的这个罪人上款又讲在着悔改。这个人若要悔改归向神神是非常的欢喜伫天顶要大庆祝真欢喜要欢迎这位认罪悔改的罪人第三摆第三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失无的拍无的这个囝。第三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伊有2个囝，有一日伊的细囝来跟老爸讲：
说老爸啊，请你将我应该得的家产分托我。因老爸圣经无形容怎样，因老爸就推，可以，这个人就离开了，离开了。虽然是真简单的咧讲这伊要求，因老爸就可以，但是伫咱遮看出，咱有法人猜想到，伊这个人是这个犯罪的人，伊的结果怎样呢？圣经讲伊过了无几日啦，迄个衰囝就将伊一切所有的甲伊收拾起来，就去真远的所在啦，甲远方去了，就伫遐。圣经形容说，伊是任意放荡，浪费钱财，包括食啉嫖赌博耗尽伊一切所有的，就伫遐，佮拄着饥荒，就惊苦起来。人离开了上帝，就会痛苦。人这个衰囝离开了这个老爸老爸是这个财主伊无好好点伫因兜，为什么要将钱领出去乱开乱用？伫外面做真侪无好的代志，可能身躯破病艰苦咯，钱用了咯，拄着饥荒无人食咯，就去找这个饲猪的伫遐食因的头路。圣经上讲，凄惨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猪要食的物件，伊想要食，别人也毋互伊食，可能甲抢来。你有啥物偷食我猪所食的物件？袂做的。伫这个互人看出，这个人犯罪了后伊是真这款的凄惨连这个做人的这个尊严甲做人的价值拢失去了。这个人若无好好伫神的面头前做人离开了上帝，偏行家己的路，伊就失去做人的尊严甲价值，并且伊心中无平安，伊也是会痛苦起来。咱看这个人有罪老爸未死咧，先去要求家产分家产对因老爸不敬不孝，无负责任，将钱用了咯，无顾家庭，可能伊也是常常伫家庭内面常常发牢骚，对家庭的不满。所以人逐摆讲一些身伫福中不知福，人伫幸福当中毋知影是福气。咱现在得到神的恩典，逐项有，但是有时咱佫会伫神的面头前怨叹，伫怨叹，袂晓感恩。所以当一个人犯罪时阵伊伫神的面头前就失去了人的尊严，心中无平安、无快乐，物质上的物件无法通满足伊心中的迄个平安，无法通满足伊心中的快乐。所以圣经甲咱讲怎样呢？敢会人犯罪怎样犯罪伊讲神人明明知影一个神但是无将神当作神，无承认这位神，也无荣耀伊，也无来感谢这位上帝。因为思想意念将这个神想去真歹的，无影无只神是假这是西方人的这个宗教毋是中国人的宗教
用一个毋对的观念、虚假的观念，讲无知的心啊，人无接受上帝，是用这无知的心啊，伊的心啊是昏暗咯，看代志啊，较暗啾啾、暗疏疏，袂清楚人生。这就是人的可能带，咱人心啊，伫这个世界愈变愈歹咯。世间人所需要的，毋是在学问毋是在知识啊。人的问题啊，毋是头脑的问题，乃是心的问题啊。心变歹去咯，人的心啊，渐渐无听心，渐渐会失去了迄个公义感啊，会失去迄个良心咯。人失去迄个良心咯，人愈变愈歹，愈来愈黑暗。所以圣经形容咱人会做亲像破衫裤，暗淡的破衫裤人的思想所想的真都是恶讲人心比万物更较诡诈，歹到极点这是圣经形容咱人的心是这款的情形啊。人需要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这几日我伫视频，就是伫手机的那个视频video 看到伫纽约有一个飞机伊伫迄个纽约 Times Square， 就是叫做纽约的时代广场伊衫是穿一领麻衫，麻布的衣服麻布的，就是人艰苦心的时阵还是边境的时阵，伊穿迄款衫。咱亲像新约的迄个施洗约翰施浸约翰伊穿一领迄款的衫，还是旧的时因艰苦心的时阵因要悔改认罪的时阵，因也是穿麻布的衫。迄个人就伫纽约 Times Square， 伫纽约的广场时代广场，伫咧大声呼喊。伊讲纽约城，恁着悔改伫上帝面头前，恁是罪人啊！咱得罪了上帝啊！咱将未生出来的囡仔该害死啊！咱贪财咱去这个贪心，去贪心这个世间的这个物质的享受去犯罪咱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黑种人、白种人、东方人挑起这仇恨，互人拍另外别个人，抢人别人，将人害死。将仇恨来挑起仇恨伫人的中间恁无敬拜上帝，恁犯奸淫的罪，恁犯同性恋的罪，有真多真多，上帝拢无允准的，恁去犯咯。上帝明明讲圣经同性是犯罪，得罪了上帝，恁该合法化咯，将上帝认为毋对的代志，该合法化咯。这就是罪恶。人若无悔改，迄个人伫迄个广场的大声，伊说：“恁应该着悔改不然上帝的刑罚甲管教要临到咱这个城市咯。恁着相信耶稣做恁的救主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来归向上帝，接受耶稣做恁的救主。”咱就有得救了。当咱听到这个消息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阵，哎呀，真艰苦心，非常的伤心。唔但这个世间，这个所在是安尼，其实咱真侪国家将非法的伫神面头前犯罪，敢当作合法化了。因认为说政府用这个手段该合法因犯罪做心内较平安就法人
放大的去犯罪罪咯。毋是啊，虽然律法允准你，但是伫上帝若无允准，伫上帝若是讲是罪吼，就是罪，将来要受审判。所以咱世间人啊，就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这个细囝伊也悔改。圣经讲啊，伫第27节，迄个龙子啊，迄个第二囝，伊伫27节安尼讲，伊说啊，伊就醒悟起来了，醒悟起来了。这个人若犯罪袂晓醒悟，伊极危险的。但就一个人行去沙漠内面，伊行袂路了，伊水若有一点点的，伊若行袂路，毋知影醒悟，伊佫直直行落去，一定是死路一条。伊若明知影生个啊，我著行毋对路，我著反倒转啊，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这个人若要回头归向神啊，就有救了。因此呢，这个第二囝啊，这个龙子啊，伊讲伊就醒哦，就醒起来了，无佫继续迷瞎落去了啊！这个是真危险啊！这个人迷落去也危险啊！这个人跋筊哦，就知影毋对，佫跋散落去，输了佫再摕钱去跋，将规个家产会跋了去啊，将性命是会跋无去啊！啊，应该着收手咯。你若是有即款的罪所捆绑的，跋筊的罪、啉酒的罪啊、酒水啊袂晓过啊，抑个犯别物吸毒的罪。世间有真侪引诱人，咱认为说自由咯，反倒当无自由，被捆绑咧，拖魔鬼掠条咧咯。魔鬼咧爱咱去地狱咧，甲伊丧事，过迄个永远的刑罚，甲伊做判，你愿意吗？你若无这个醒悟起来，无醒起来，继续行落去，就是将来甲魔鬼行上条路。到迄个终结啊，就是地狱的火啊！所以人就醒悟起来。这个龙子呢，伊也是醒悟起来。伊说伊就起来，伊说我要到阮老爸遐去，要向伊讲，伊说老爸啊，我得罪了天，佮得罪了你啊！伊会醒悟起来，会晓讲说，伊得罪了天，天是啥啊？天就是上帝啊！你是啥啊？得罪人啊，得罪老爸啊！我顶摆犯罪啊，得罪天啊，得罪你啊！伫外面胡作非为，乱做罪。所以这个浪子伊回头过来，醒悟。人若知罪，人若要悔改，接受主耶稣。就恢复了交神的迄个和好的关系，伊就得救盼望，有盼望，有荣耀，才做上帝行里，伊会做罪得到赦免咯。感谢主的恩典，当咱安尼做时做，天父就接受咱入去天顶，正亲像这个浪子伊认罪悔改。我倒去到引导，加在恢复伊这个做这个财主的行里的享受，到伊的身份，伊的身份，咱也是相反，恢复了上帝一个创造人的开始时代，伊的这个尊严，做人的尊严，做人的价值，甲做人的将来荣耀，那是咱。要怎样呢？你是毋是知影伫神的面头前是一个罪人？你也知影是罪人，是毋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归向神？最后一点是讲，咱若无悔改拢要相款的灭亡啊！有一摆啊，耶稣的学生来到耶稣面头前，伊说：“耶稣啊，你知影无？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吼，伊将法利赛人将伊说迄个是叫比列多哈，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官吼伊将加利利人给害死，而且将来火掺落去因的献祭的内面伊讲所以学生来斗耶稣，耶稣怎样甲因讲呢？伊讲你想说，怀死去的跩加利利人，比怀无死的较犯大罪吧？你想说，恁无去害死，恁的罪较轻吧？还是无罪吧？说毋是啊！伊讲恁跩若无悔改也是要这样的灭亡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同款的会死啊，会灭亡啊！灭亡的意思是啥物啊？是身躯甲灵魂永远会伫地狱内面受刑罚啊！这是主耶稣来警告、来提醒这法利赛人甲文士啊！伊讲恁这是自义的人啊！自义是啥物啊？家己看家己是好人啊，将别人看做是歹人啊！恁自义的人，恁看做衰你，看做叫恁无上身份的人啊，是罪人啊，无应该啊！恁无知影上帝的心啊！上帝听世间人啊，伊爱望人得救，人悔改，认罪悔改，才做神的儿女啊！你无体会到上帝的心肠啊！所以耶稣用这三个譬喻来提醒咱。提醒当时的人，今仔日咱也是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咱也是会得救。所以伫遮，咱来警告提醒世间人。现在这个世间人真奇怪，可能也是这个末世的情形啊。伫旧约伫圣经内面将这个世界分成成做两款人，一款是犹太人，是属于神的；另外一款是外邦人，也是希腊人，是希腊人呐。两款人，这个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毋是因当时以色列人认为这上帝的选民才会得救，所以外邦人未得救，着信主才会得救。现在人也是将这个世界人分成两个阵营，就是政治顶面的背景的阵营。我是属这个 group 的，我是属这个 group 的。有人是说你叫我的政治制度无同，阮是做民主制度的国家，恁是社会主义国家，恁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恁一定是歹人，因为恁甲阮无相同，所以恁是值得受罰。阮就将恁当作敌人，将即款的人甲分做两款，认为怀无应该得救，所以有的人认为因是即款无甲阮上制度的无要向因传福音，也无要赞助摕钱去赞助去向怀叫因无上政治制度的人向因传福音，因受训因将是当作非，将非当作是，将毋对的当作对，将毋对的当作对，将好的当作歹的，在侮辱他们，认为比家己较好的，因毋承认。这就是世间人的悲惨。真侪人会行这条路，看起因，认为因无应该得救。当即摆世界这个 COVID-19 三方面拢指责对方，伊讲是恁弄出来，因讲是恁创出来。当时是人认为的
还是自然界的这个反应。但是有的人就是将这个责任推到对方，所以上帝要警醒咱，咱毋通伫神的面头前自意，家己讲我是一个义人。咱若是有即款的心情，一定会将是当作非，非当作是，黑当作白，白当作黑。一摆我伫飞机顶真侪年前，坐整飞机拄着一个中国人。我看报纸是中国的迄个桌球乒乓比赛搁再一摆得到7连冠，就是7块金牌完全去摕去。我向伊讲一个电视报纸咧讲出来，迄个人听去了后，无影无只，胡说八道，没有的事。你看卖咧？将真理是当作非，无要接受，这就是世界的悲惨啊！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人就将人当作人，将人用自爱，特别咱若是基督徒，应该就将因当作是神的儿女，因需要得救，因想要认罪，应该要归向上帝，咱就用听信。所以有的称为基督教的国家，做真侪歹代志，难怪有的穆斯林无要接受，难怪有的真侪毋是革命上正当的人，也是坏粉，在外国人。为什么呢？这是魔鬼伫遐咧做工啊，将仇恨带到人的当中。所以，伫咱的今仔日下食，突然看出几项真重的警醒咱。头一项就是上帝是公义的，无论这个 virus 是上下做的，上帝是公义的。伊无将有罪当作无罪，也袂将无罪当作有罪。有罪就是有罪，将来一定会做出歹代志。上帝有一日会受到对出公义的审判，按照上帝的公义，按照上帝的正直，要来审判罪人。人一切所做，伫上帝面头前就是赤露敞开，无法人隐藏的。因此呢，第二点，咱既然是上帝面头前是一个罪人，上帝爱咱的就悔改。正亲像路加第13章第3节你看，你们若不悔改，恁若无悔改，拢要即款的灭亡。这个灭亡就是永远的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甲刑罚，落去永远的黑暗内面。这是互咱一个真大的警醒啊！兄弟姊妹，咱是神的儿女，咱应该做一个互人和好的人。耶稣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了，因为恁的确要称呼成做神的儿女。咱做神的儿女，毋是加油加醋，毋是落井下石，乃是要做一个互人和睦的使者，将平安甲福音传到到世间人的心中，这是世间所需要的。求主怜悯咱，求主怜悯咱。上帝要判断一个人得救无得救，毋是看咱的政治背景是啥物。上帝一定袂按照咱的政治背景是啥物来判断你会得救还袂得救，乃是判断咱到底咱承认家己伫神的面头前是一个罪人无？第二项，咱有伫诚实的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无？第三项，咱是毋是有接受耶稣成做咱的救主无？这三项真重要。
伫神的面头前，知影是一个罪人，得罪了上帝。第二项，咱着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耶稣正讲的这三个譬喻，叫讲到悔改，拢是讲到罪人。第三，咱着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咱才会得救。人若假冒为善啊，你像跩法利赛人啊，假冒为善，还是自义啊，自我为义，自我为中心。我才是好人，无甲我相同的，我是当作歹人。因为得救，因应该灭亡。伫上帝毋是安尼看法，救主怜悯人人要怎样伫神的面头前称义呢？圣经形容咱世间人无一个义人，连一个人也无。伫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安尼讲，无有义人，连一个也无。无有明白的，无有找求神的，拢是偏离正路，偏离正路，亲像一同变为无用无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无。咱一切善行，伫神的目睭看，就亲像破布一样，无这个行善的。是假善、假冒为善、自我为公义咱要怎样真做伫神的目睭看为义人呢？罗马书第5章1节甲咱讲，伊说咱既然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心，毋是行为，乃是因信来称呼义，伫神的目睭中称呼咱。看咱是一个义人，因为耶稣这个义人为着咱的罪定是十字架咯。所以圣经讲说，咱既然因信称义啊，就借着迄个为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救咯，就甲神和好咯，来甲神和好。这是伫神的面头前称义，毋是自我为义。家己讲家己是一个义人的救主怜悯人，咱看到现在这个世界的凄惨罪恶，你我是神的囝儿，应该怎样做？咱的角色是啥物呢？咱毋通袂记得耶稣的大使命所以恁着去所以恁着去到万民遐。做我的，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囝圣灵的名，甲伊施洗施浸。凡我教导恁的，着假使因遵守，我就要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愈来愈近，咱的责任也愈来愈重。求上帝怜悯咱，互咱开力，互咱听心，互咱吞论，互咱智慧。伫这个末世做应该做的工作，咱三合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提醒阮，来警醒阮，好叫阮伫这个末世时做应该做的，来用神益人，将福音传到还无听见的人的耳孔当中，到因的心中。阮为着怀伫痛苦忧伤的人祈祷，特别是伫这个疫症得到这病症的人来祈祷。伊即阵伫病厝内面，可能现在是奄奄一息，可能伊生命非常的危险。为着伊甲伊的厝内人祈祷，互因有机会通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求你的圣灵的平安和安慰伫因的心中。阮也为着怀政府人员、伫怀执政掌权的人、怀医生、怀看护，为因祈祷，求上帝，你来互因身体的力量，互因所做的代志，来荣耀你，并且来互因有机会来向跩无信主的人来传福音。求上帝，你怜悯。也互世间的人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得到永远的福气甲平安。阮安尼祈祷，完全是靠耶稣的圣名来求。
阿门。